試過醫最老嘅病人95歲。咁老人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呢？體弱、孤單、唔願喐，喐唔到，氣血就停，感冒咳都係死人。香港地方細，上門復康少，好多老人家靠仔女，而後生都有自己嘅難處，返工、返學，社交圈子窄，收工攤喺度打機，同樣唔願喐。好多人唔記得跑步最基本嘅好處，用自己對腳帶動全身氣血，跑到微微出汗，廢物同情緒垃圾先排到出嚟。唔喐就變成肝鬱氣滯，身體塞住，心結都解唔開。老人家可以扶住張凳慢慢行，耍太極。後生每日快行30分鐘，跑下都好啊，喐起身，氣血先行得通。無論幾多歲，喐動就係最好嘅藥。我係朱醫師，用中醫智慧過好生活。